所來，我那選舉相關的消息，你看蔣萬安即馬堅持啊，無要跨黨派去人徛在即個底線，但是即個現場哦，煞總去當着民眾黨的議員參選人吳怡軒啊，所以兩個握一個手的吼。至於共黨的即個議員曾小平，這邊講啊嘛，你個共黨的嘛，所以名正言順啊，來幫伊顧台，來幫伊助選啊。夜香拜拜，不過鏡頭內唔係台北市長蔣萬安，還有民眾黨議員參選人吳怡軒。網界經廟做公益，蔣萬安來呀！無共黨派議員參選人嘛攏告慰，吳怡軒甲蔣萬安對調調，一個握手是小拄着，無破壞蔣萬安無替民眾黨個別議員徛台規定。啊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曾小平用募款生日餐會找蔣萬安同台。公平正大徛台替曾小平個條卡，不過聽到吳怡軒，敢若看曾小平的表情有變化，不過蔣萬安是真冷靜。藍莓其實最大化當然是我們的目標，我們也一定會全力來共同努力推動好的市政。要拍拼反洗個市政的問題，蔣萬安要打造無分的城市，到今嘛個未少地點引起討論。另外，再看信義區愛744萬的列入雨傘，預定完工的日期是明年正月15。就算北市講南北合，不過陳又成煞忍袂掉。替公務員講話，自食惡果，華麗的支票都讓這些公務員在基層敢怒不敢言，最後在這邊承擔炮火。不分政黨，現在大家都在質疑，我們現在市政府真的已經不是螺絲鬆掉的問題，是螺絲不存在的問題了。選戰是愈來愈熱，蔣萬安就要在南北活動當中維持分寸，擱要正面回應各界對市政執行的嚴格眼光。